哎，不蛋，喂，你在家里吗？你看一下那个桌子上面有没有我的包包。你会自己回来拿哦。别喊了，关，快点进。哦。嗯。哎，大叔，给说，有盖多。你不是也想要吃紫酒吗？过来一起拿。嗯。很多人都说阿美族的人很可怕，但那是因为我们什么都吃，不是因为我们个性凶狠。我们山上的、海边的都可以吃，然后我们就挑大的，小的我们不要拿，让他们好好长大。